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新一集嘅奇聞速遞 Podcast。關於欺凌嘅新聞咧，差唔多講咗成個月啦，相信咧大家都聽到悶啦。不過呢個話題咧，最近又再次掀起新高潮喎，因為咧呢套劇集嘅內容咧，正咧講緊以暴易暴、揭止校園欺凌嘅故事。冇錯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討論下 Netflix 呢套韓國新劇啊，《鐵拳教育》。相信咧呢套劇集咧成為咗唔少人嘅茶餘飯後嘅話題啦，又或者咧上網同人討論嘅熱話。呢套劇一出啦，即刻衝上咗好多地方電視排行榜嘅第一位啊！身邊咧有啲朋友啊，直情好似睇世界盃咁緊張啊，一邊睇一邊叫好話爽到極點。不過啊，與此同時啊，現實中嘅香港咧又爆出咗籃球名將啊翁金華教波時咧涉嫌體罰學生啊，逼學生自刮嘴巴嘅新聞。結果咧，網上又有一批人咧鬧爆，於是咧有人開始出嚟抽水話：喂，你哋班人好雙標喎！睇鐵拳教育啊，用暴力打學生就拍晒手掌話好爽、好療愈。現實生活中，翁金華用手打學生，你哋又話要報警，又話人哋犯咗普通襲擊罪，做人呢，唔好咁矛盾好喎。咦？呢個問題又問得幾精闢喎。今日呢，我哋唔說教，唔講大道理，純粹用香港人嘅視角坐低吹下水。點解呢套鐵拳教育會引起全亞洲，特別係我哋香港人呢咁大嘅共鳴？即使啊你一集未睇過，今日呢聽完呢個節目，你都會明白點解大家睇得咁肉緊啊！好，我為咗咧未睇過嘅朋友咧，我先用1分鐘咧極速劇透。sorry， 唔係極速介紹鐵拳教育個背景先。大家想象下，而家嘅現實嘅校園世界變咗點？校園欺凌咧嚴重到搞出人命，個老師咧都話唔管得，唔罵得，因為咧一管咧班學生就會影你相咧上網公審。或者咧怪獸家長啦，一發癲咧就會濫用投訴機制咧去濫告老師虐待兒童，搞到老師壓力咧非常之大，要走上絕路，甚至乎咧啲欺凌者背後有大政客、大財團撐腰，法律咧根本幫唔到佢哋。於是啊，劇入面嘅韓國政府咧就諗出咗一個好瘋狂嘅招數，成立一個叫教權保護局嘅神秘部門啦。男主角咧係由金武烈飾演嘅羅華鎮，就喺呢個局裏邊咧做高級嘅督導。呢個人物嘅設定咧，直情係校園版嘅蝙蝠俠啊！着住西裝，高大靚仔，打交咧就勁似咧John Wick咁。政府咧俾咗一項特權佢啊，叫做體罰特許權啊。佢入到學校咧，唔會同你講同學打人係唔啱噶，亦唔會咧開咩輔導小組。佢嘅宗旨好簡單，你用暴力欺負人，我就用更高級嘅暴力咧去收服你。怪物就要由怪物收拾。邊個壞學生帶頭打人，佢咧就直接一巴掌打過去，或者將個惡霸刀掉。邊個怪獸家長嚟學校玩嘢，佢就用法律同埋心理戰咧去玩殘對方。每一集咧大概1個鐘度啦，節奏咧快到好似坐過山車咁。總之咧就係一拳打落去，世界安靜。呢個就係鐵拳教育嘅基本設定。聽落去咧，好似好誇張，好唔現實，係咪？但係啊，點解啊，大家會睇到欲罷不能？原來啊，呢套劇最恐怖嘅地方啊，係佢入面嘅故事啊，全部都改編自真實嘅事件噶。例如第一集啊，講國會議員個仔啊霸凌同學，現實中啊就係2023年韓國嘅高級檢察官個仔咧嘅霸凌案，仲有改編自2023年啊首爾瑞義小
小學啊，有位23歲嘅後生女老師咧，被怪獸家長咧日夜電話咁轟炸恐嚇，最後咧絕望到喺課室咧輕生嘅新聞。當觀眾睇到呢啲情節啊，心入面嗰種憤怒同無力感咧係完全咧被喚醒噶。我哋喺現實生活中見到呢啲新聞咧，通常只能夠喺熒幕面前嘆氣，覺得唉，個社會點解會變成咁噶？點解壞人冇報應嘅？點解欺凌者可以逍遙法外呢？點知啊，套劇啊幫你實現咗現實中做唔到嘅幻想。當男主角啊一拳扭落去嗰個不可一世嘅惡霸嘅臉上邊啊，觀眾入面堆積咗幾年嘅社會怨氣咧，好似瞬間咧得到解放。劇裏邊有一句金句咧，好震撼噶。佢話唔可以傷害別人，唔可以咧俾人痛苦。呢啲本來係你父母教嘅，既然你哋唔教，就由學校嚟教。學校教唔到，社會應該要教。大家對呢套戲咧咁投入叫好啊，唔係因為我哋啊天生變態啊中意睇人打交，而係因為我哋現實中啊睇到太多制度失效啊，法律制裁唔到有背景嘅人，學校規矩保唔到真正嘅受害嘅弱者。當規矩變成廢紙嘅時候，大家唯有將個寄託放喺呢一種以暴制暴嘅英雄身上。好啦，講到呢度，我哋咧就要探討一個核心嘅問題啦，亦都係好多人爭論得最激烈嘅地方。暴力對付欺凌嘅學生，雖然咧睇得好爽，但現實中啊使用暴力真係唔啱嘅咩？如果唔啱，點解又有時啊覺得啊必要使用武力係必要嘅呢？應該點樣揾呢個平衡點呢？喺教育或者法治嘅社會啊，無差別嘅暴力咧，絕對係錯嘅。如果一個老師因為心情唔好，或者因為學生默書唔合格，就一巴掌打過去，呢個叫做發洩，叫虐待。呢種暴力只會製造更多嘅恐懼，唔會帶嚟教育嘅。但劇中嘅羅華鎮所使用嘅暴力，我哋更準確啲講，應該叫具備阻嚇力嘅強制執行力。大家試想想，如果一個欺凌者佢已經將同學打到入醫院，佢對別人嘅痛苦咧係完全冇同理心，法律又因為佢未成年而奈佢唔何。呢個時候，你同佢講愛與包容，根本就係對受害者嘅二次傷害，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左膠行為，濫用大愛包容。正如男主角喺劇入邊講過一句好無奈嘅話：老師，難道你要用粉筆對抗學生咩？當對方拎住刀捅過嚟，你仲會拎住嗰本書同佢講道理咩？呢個唔係叫高尚，呢個叫係愚蠢。所以適當嘅受約束嘅強制力，有時係為咗維持最基本嘅正義底線。我哋翻到嚟香港嘅現實啦，回應下頭先所講嘅雙標質疑啊，點解大家睇鐵拳教育啊讚到天上有地下無，但見到咧香港籃球名師咧翁金華涉嫌體罰學生咧，捉住學生隻手咧強迫自打嘴巴，大家會咁反感呢？其實呢個對比咧非常之有意思啊，正正幫我哋分清楚咩叫係爽片同現實嘅界線。第一，對象同情景咧完全唔同啊！鐵拳教育入面嘅男主角嘅用暴力制裁嘅係一班喪盡天良、將人逼到自殺、毫無悔意嘅校園惡霸同犯罪分子。觀眾認同係因為咧佢係針對咗極惡嘅自衛反擊，但現實中咧涉嫌嘅學生只係進行呢個嘅籃球訓練，可能只係犯咗球隊嘅隊規啊，或者技術上咧做得唔好，又或者咧最多咪頂撞咗兩句。佢哋唔係咩作奸犯科嘅大壞蛋，用呢種逼人自刮嘅方式去懲罰一個普通學生，兩者嚴重程度咧根本係冇得比嘅。第二，本質上嘅分別啦，你喺度教育佢啊，抑或喺度羞辱佢呢？呢度好多人會幫教練駁斥話，教練都想為個學生好啊，想執正佢個態度
啫。但大家心知肚明啦，喺心理上啊，呢種做法根本完全咧冇教育意義噶。如果一個學生做錯，你想去改過，你應該係指出佢邊度錯，點樣改。但你而家捉住佢隻手，逼佢自刮至少3下，仲要喺大庭廣眾幾十個學生面前咁樣做，呢種心理上啊，唔係想個學生變好，係純粹利用長輩嘅權威去對一個後生仔進行人格羞辱。呢一種做法嘅唯一後果啊，就係令個學生喺所有人面前咧尊嚴盡失，極度難堪，從而產生恐懼同埋怨恨。呢個唔係叫教育，而係叫以大欺小嘅威權發洩。所以觀眾眼睛咧係雪亮嘅，我哋中意睇鐵拳教育，係因為我哋渴望睇到弱者被保護，惡人有惡報。而我哋不滿現實中嘅體罰啦，係因為我哋睇到啊，強者利用權力階級去欺壓羞辱一個根本走唔開嘅學生。呢兩件事啊，根本喺性質上咧完全係相反嘅。講到最後啊，呢套劇啊之所以令我哋香港人咁感觸啊，歸根究底或多或少啊，折射出咧我哋現實香港生活嘅某種寫照，好似同我哋最近日日追睇嘅香港娛樂圈多宗欺凌嘅新聞啊，簡直係完美扣連啊！當大家聽到呢啲娛樂圈秘密，除咗覺得哇，原來呢班明星嘅表面風光背後欺凌得咁厲害之外啊，你有冇發現一件事呢？不論係10幾年前嘅片場，定係現實生活中嘅職場，最令人心寒嘅，往往唔係施暴者係幾咁惡啊，而係身邊嘅全場人嘅沉默。就好似啊，最近離開人世嘅吳文欣為例啊，早前呢就被傳媒咧翻開佢嘅血淚史啊，吳小姐因為感言唔小心得罪咗王晶，而換來長達13年嘅封殺，呢種斷人衣食嘅做法先至係真正嘅欺凌。當時成個娛樂圈咁多有影響力嘅人，點解個個都當睇唔到？因為呢個人冇流量咯，唔值得自己冒險去幫人。娛樂圈呢，講階級，講邊個夠紅，邊個就有江湖地位。如果你只係一個冇背景嘅新人，體制咧根本保護唔到你嘅。大家為咗保住自己份工，唯有選擇發聲。現實世界最後係冇真正嘅英雄咧幫吳文欣出頭。當現實生活中種種體制渠道都令你覺得講道理係冇用嘅時候，我哋咧就好容易咧喺娛樂作品中咧尋找慰藉。鐵拳教育咧就好似一塊鏡啦，照出我哋有一對現實生活嘅快刀斬亂麻嘅渴望啊！當生活中有王晶、有怪獸家長、有惡毒上司、有唔公平嘅體制欺負我哋嘅時候，我哋幾咁希望啦，會有一個男主角羅華鎮走出嚟，幫我哋一拳打爆呢個荒謬嘅世界。當然啦，熱血完睇完爽片，關咗電視，我哋始終咧要回歸現實啦。現實中咧冇無敵嘅督導，我哋亦唔能夠咧真係用拳頭解決問題。但係呢套劇留俾我哋最大嘅思考係，如果我哋唔想啊現實世界落入啊只能靠暴力解決嘅深淵啊，咁樣身在體制入面嘅每一個人，無論係老師、家長定係每一個普通人啦，當見到不公義、見到霸凌發生嘅時候呢，我哋唔係應該要更早企出嚟咩？而唔係選擇沉默。好啦，今日咧吹水吹到呢度，大家對鐵拳教育又有咩睇法？你覺得翁金華事件啊係唔係可以被接受呢？歡迎咧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如果中意我呢集嘅 podcast， 記得 subscribe 同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哋下集再見，拜拜。